朋友们，新年好！今天是2018年春节的大年初二，在这里呢，我代表我们苏州店书场祝福大家欢声笑语迎佳节，阖家团圆情切切，福禄双至到身边，万事顺利心荡漾，愿君生活添芬芳，永远幸福又安康。今天我们苏州店书场春节特别节目《春游江南访雅韵》的第3站，来到了常熟评弹团。常来常熟常向往，山水人和好地方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常熟呢又被誉为是江南第一书码头，很多名家响当都出自常熟。今天我们店书场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3站，就来到了位于方塔脚下的常熟评弹团。接下来就随我一起走一遭吧。观众朋友，这里就是常熟评弹团，著名的虞山书场就在这里。虞山书场很有特色，1楼是书场，2楼是评弹艺术馆。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观众朋友，这是常熟书场分布示意图，你们知道吗？以前啊，在常熟周边总共有108家书场，真不愧是江南第一书码头啊！欢迎来到虞山书场。哎呀，观众朋友啊，这个就是当年说书先生赶场子的黄包车啊，哎，坐着倒蛮舒服的。哎，哦哟，今朝你二三书上趁着大香当在往来，我来帮你捞吧。哎呦，来的啊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你好，谢谢你啊，同你从前来看见啊，谢谢你。我这边是第一书上等到来8年来着。谢。你觉着那个书上呢哈？哎呦，我这书上有味道，可以呀。我要到那去看看。没海呀，你去看看呐。看，走。来的啊，那个人是14岁上个行头，啊是？那个是14岁上个行头。皮破了意思，我是。是的。哎，来的那个是做啥用的呀？往来你得猜看。猜看，那个像农民伯伯用的哇？啊是那个辰光谁是运14岁上行里了啥个用啊？菜单子一半。哦，哪家伙呀？因为啥道理呢？伊那个独轮车啦，侪是针对乡下农村。哦。因为侪是内地路。一落雨啊。不好走路。哦，对个。那么趁14岁上呢，所以拿你个行李放了上头，人登了上头，再这样了。哦，太子这太子这个长知识了。你其他地方再去看看。看。哎呦，来头啊，哎，这样子分量送过啊？啊是个，哎，这是去年末的这样个分月奖。哇，不得了。刘团，常熟评弹团成立到现在有60多年历史了哈。记得60周年的时候，你们举办了大型的纪念演出，我们店书场呢也记录下了这个珍贵的时刻。哦，你常熟评弹团实际上是1956年10月1号成立的。那么到现在为止有60多年了。我记得当时辰光搿台节目第一集节目，就是3主唱。这个开篇，还算是回顾之年常熟评弹团的历史。哎，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回顾一下好吗？根本就来听听课。
每到东阳落水尾，高头红，尾后色，位于母亲后红眼，运动后光玉树，小雅心意喜恩爱，第二栋小宝菜，其余行百般的品味，百般品味，是不真人呀？刘台，我知道我们常熟评弹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非常注重宣传我们常熟的本土文化哈，推出了很多的精品力作。对的，以常熟平台头呢，就是推出的精品呢，基本上侪是以常熟本地的故事为主的。那譬如讲像千里寻宝，三国王岐人，对。那么招宝菜侪是以本土这个故事为主的。我知道我们的老团长陆建华还3度荣获了牡丹奖，对，真的相当不容易。曲艺牡丹奖、山东牡丹奖，应该是中国曲艺的最高奖项。是的。过去的2017年，我们团又推出了一部精品力作，是吧？对，2017年呢，以倾前头之力，叫创作出一部中片，鲁唐枪声，以沙家浜抗日为题材，那你这个你先大戏的出演，接下来是苏军，啦，这个潘金元，反响非常好，还得上海，也附带起演出的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鲁荡枪声的第2回右湖。好了，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，那么正是为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这个官吏啊，是一个杀人魔王，而且是中国通。官吏想拿
假是中国人，山上各个朋友，那么个那个事体就好办了。啥人刁得一？此人从日本流走来之后呀，现在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，一心为日本人效力。因为你也是该打苏花班人，所以特地努力调到该打，也是无关的。现在两高里坐好了，让宪兵司令部办公室里，让局商量。关帝君，这是这个胡寿奎已经被我骗到该打来，现在随着让招待室。哟西，这是你的有道理。关帝君，这个家伙本来是个小流流，跟日本第二大少爷后头吃才干上班，现在想不到摇身一变，是个成立是中年举国军组织司令，不可一世啊！要是他不服气，杀掉你的做司令。事体没大简单，要想办法笼络人心，让李导为我效力，那是阿呆。就是啊，你的大大的有理哦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叫这个胡长奎投诚呢？办法是我们想子交关。今朝努力骗他给打，哈水哈菜招待里，李德吃得蛮小气。支票黄金600里，李德康到台台里。虽然达里讲你要效忠于大日本皇军，他的怎么样？李不回头，也不答应，模棱两可，看上去这个家伙来让撒火着。我来写了。吃叉成吃到你皇军队了，杀！不，杀得用不着。我还有办法，还有一个杀水改，这个胡寿奎有一个致命伤。什么致命伤？谁是欢喜女人？这个倒跟我差不多的。不过屌丝，你的想陪谁去呢？这个不是前2日听我当来商量过的。这，你不是讲的我们大日本帝国巾帼英雄3口银子小姐吧？谁是你？谁是你啊？倒是提起3口银子啊，这个官吏中国上瘦溜溜的一来，外地上门，这个3口银子虽然只有2多岁，但是个老娃头，聪明漂亮。这个，关帝君啊，你不要这个那个吧？我当你讲，你中国有句说话，说服的小奴，他不是豺狼；那说服的英子小将们，还不是个流氓。事体成功之后，来回答日本没个英子小将，总归是你。没话说到底，关帝君，女人你要记好啊。第四，你的说话大大的有理。3口银子年轻漂亮，但是心狠手辣，又明是个老棒头，凶起来是像头恶狼，哦哟，个吊起来像张绵羊。是不是死了的是有这个男人，到现在叫不计其数。今朝参加任务，大摆书记们一人相逢，忙正招待室而来。那么个胡寿奎呢？把那个刁得一屁到宪兵司令部，那么晓得上当。周年头刁得一小辰光，我是蛮崇拜的，那哈么，看人啊聪明，哎呀玲珑，读书读得好，所以已经跟了你后头不想。哪晓得刘回转来，变至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。你非得自家做汉奸，外加要拿我一台拖屎，不来个。
我现在了沙家浜三姑娘关云长的角色来啊，我对抗日本人，可是要比蜡皮干。但是现在已经种子里头个秋头，打到宪兵司令部，那个丰盛佳肴，洋地支票，目的蛮清爽，么讲我要对啊。我现在这个人，三姑娘真等背浪向一块肉，就平理到这个，哪办？侯寿奎毕竟土匪出身。混混，拉高，这年头我来买着活路鬼子，咋吃咋拿，寻啥机会嘛？我好屡次大捷，所以基督台拿起来，这个啊，义门打开，三颗银子，人打在里向，一口嘛。让啃鸡肚腿，吃好打在里向。嗨，传魁君，不过头来一口，再看见进来这个女人标致，日本女人嘛。看得个家伙眼睛直发抖。因此像个铜板虎对我讲起来，三只在里我地路，两只在里我下一里就丢稳了丢稳。打个过来，最后拉起来，撒满一杯。久仰胡司令威名，因此在这里敬您一杯。你叫英子小姐，日本女人，请多关照。哎呀，大家关照，大家关照。虽然我是日本人，但是对你们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。哦，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？叫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这当听不懂不拉的。美人敬酒，李当干，李当干，李当干。胡司令，您看今天美酒佳肴，我们怎能辜负这样的大好时光？在这里，允许英子为您献上一曲，您看可好？还会唱？那好啊，洗耳恭听，洗耳恭听。胡司令，樱花啊，樱花，梦成三月晴空下，芬芳无比美如花。好。说得好，英勇只为人人夸，而今日我家法指皇上，生娃之后
花金银呀神，你拿神你拿，我与君家杀一定花。胡司令，您只要顺从了我们皇军，到那个时候，金钱、权力、美人，可都是你的。英子小姐，川葵君，中国人还有一句古话，嗯，人各有志，各为其主。哦哟，搿只活生蛋看来不是讲海气哇。但是我英子心里想，放内宫门对也不对。好，因此我佩服您胡司令是条汉子。马马虎虎。既然您不愿意，那我们也不勉强。英子小姐，既然不勉强，那你就放我回去。英子走起来，像头那个福虎，揪一揪起来，露出一手指门。胡司令，您看着我，不看，看着我，不能看，为什么？看了恐怕挺不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胡司令，请吧。总当是门呀，想不到里向是一间秘书银杏室，银鱼加上八木，相对浪向顶好一个死人，开膛破肚，眼睛啊挖透个人，顶了个相对浪向。这些辰光吴守奎真是为民事透视。胡司令，我想您不会也想和他一样吧？这既不是言语，错莫惊能。当然，莫如也是神。天当铺，须作分能以复之，满身定应深深，看得我是冷其实很简单，您要是顺从我们皇军，您就干了此杯。温香鹅肉为中肉，牡丹佳肴只一针，我哪来呀心不去疼？分明为血里与上不下，一边是大洋经，一边是鬼文林，一边美人
一笔银将我事调定，来就恨。说不应允，我命来罢，说如归呀，要绿把命杀家帮，一空我难用身。再思量，神人那女人尚且要退身，大难领队要保死身。是否为金银，我何必盼望在死层地狱天大，漏分明。到埃个当口，后手快彻底趴下。你不答应啊？喏，这个就是那个和尚，非得死，外加要死得这样臭。那讲，有的活还是要活的。英子小姐，传回君，说话算数。算数。干！好，干！那我知道我们常熟团在推精品的同时呢，也经常会举办一些会书的演出。来听客才看，哎哟，常熟这个会书还看个精彩个。以常熟这个叫为民书会呢，多种多样。有平台进北村，为进经营，进下游，特别是你常熟平台头二三书上，为民书记书会啦，相当有名的。四季书会的特色在哪里呢？四季书会特色多高，一个是主要是啥呢？就是讲一个节律，请其他有头一道来演出为书，搿个艺术浪向做个节律。第二个呢，让青年演员有这样的做事的机会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的节目啊，就是我们常熟评弹团的青年演员表演的。盛泽、王柔清，说个一头，梅花梦姿色为美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一起来欣赏欣赏。做主噻，因为唐伯虎发了那书水，近来日家苦啊，耍起门500生意，让那帽子过冬过日家。现在辰光等了屋里向，让那等生意。哦吼，日家苦啊，连到生意也不啦。哎，实体行业不好做，侪把那大白猫冲击脱这个。哎，左东啊，左东啊！哦哟，乡里个出了，要得我得去啥？左东啊，左东！哎，东阳，哦哟，乡里个出了，你吃个乌鸡肉啊？东阳，与乌鸡肉吃是海在。过来，到东阳摸嘛。摸不动。啥了摸不动家？东阳，你看看呢？啊，我这水对是对的嘞，肉啊分切上一块，
我这水浪浪对木不动样不力气。我水这里没来的。哎，水这里不来的。我南瓜刚刚发起只微信红版那份点开来。红版啊！我要那个鸡啊！这个都样，我也吃啥我了？办到红版那带起劲。那么红版嘛，当然开心个了。洗起了这个辰光，门浪响。哦，哈哈哈！雨伞雨来着，哈哈哈！这人啊，快点打我去开门啊！是，打门跟随，收起门，一看门，认得个哇，个都样啊！张相公来着哇！哪个张相公家？个都样，俺自家去看呀，看不人写得着哇！哦哟，想那个出来，你得去哪里哇？都要眼睛看不清爽，为啥我去看呀？啊，外边哪一个报上名来了？子岁兄，谢帝蒙贼来原来是蒙金兄来着。哎，蒙金兄，快点进来，快点进来呀！是。哎呀，蒙金兄啊，新年新岁，大得几岁家中，真叫蓬荜生辉，这下与礼了。谢帝万里不罪。客气。哎呀，蒙金兄啊，子岁兄，新年新岁，叫富士不登三八。难得我屋里向来，啥天家？可想我来寻来做媒人个呀，但是自家心里有点不大好意思。这个嘛，你用不了这个那个。哦，我们呢，今朝到几岁家中，还是为此新年新岁有面过乡里老乡呼呼，这件事体来个。我于大里呀，已经把那里踩上走啊！是。蒙金兄啊，是个，你今朝让我踩什个一踩？搿单没哈，假使你踩得着，谁有我让我自家讲的，那得也请见。蒙金兄啊，使我之岁。后路带，我是毫无根据瞎猜，猜上飞呀头皮痛，猜不上么屁事发生，猜。蒙金兄啊，我晓得你，你是富裕公安民，福气卡，那个穷虽然投入于金，我晓得你穷不穷？志气啥人好？我也屋里向要了娘洗的澡，是有个老好母的，个老好母辛辛苦苦努力抚养长大，是啊，那样总不能叫白发老人上去手，但是那么夫妻毛嘴毛小菜，你不懂得毛嘴毛小菜。但是想想总要小心自家的老好母，不然你想出来个办法。新年新岁，有面过个相对老乡去呼呼。哟，蒙金兄啊，有面过白相的人是从这老乡到窑里向不定的呀。所以你呀，进来生意就归好。门庭啥事发都塞，可
看上去那进来要发大财了哇！那生意嘛蛮好，但是孟金兄，大概有人提出来的。张孟金，那两幅画杀实不错，但是两个字稍微有点打架，所以人家关着你来寻我帮忙。那个。对，要来的啊，一位是带蛮血的啊，蛮血的。我们常熟评弹团也是后继有人啊。是这样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我们常熟人过年有些什么习俗吗？这个这么多了。有我们要爬泥山，登金门，到城里浪向上品尝金门落茶，还有呢要到幸福去烧香请牛，还下来特别是要去品尝一碗。常熟人讲个山油面，山油面，哎呦，有名气的哇啦！我是有名气讲，顶关键的，是要听你常熟个年档会书。今年的会书有些什么特色？今年的会书多不少？有一个甚至于大年夜才要来的。伊有一个村大帮村，以30来年的习惯。大年夜，吃开年夜饭，才要去听书。那么有一个在大年初一，今年是你整个常熟市要年几个乡，侪了让几百个春节会书。哎呦，搿年难得嘞！以常熟才是平台的书架子。对。节目接近尾声了，我们最后给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多听平台，少看上海。祝大家在狗年里面旺旺旺！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苏州电书场春节特别节目《春游江南访雅韵》的第3期到这结束了，我明天张家港再见。这里就是长春园书场的内部，总共有上下2层，非常的大，可以同时容纳400多个人听书。辛苦了。新年好，首先给您拜年来了。哎呦，谢谢。我500北方抚养这个媳妇。阿弥陀